南投水里的车埕火车头，即丛百年的青仔树，去年去钓到禾根病，就是生树癌，马上就拜托到积极特有生物中心的树医生来甲医治，讲老青仔树即摆恢复的状况真乐观。伫车厢火车头会使看到即丛百年青仔红围起来，因为伊破病要好好治疗，嘛要维护游客安全。那个药剂注射之后，怕有一些根系会腐烂掉这样子，所以怕说游客的安全的问题，所以建议我们用大型的一个钢支架来支撑这个树木。疾管处找积极特性中心的树医生来进行医疗工作，嘛讲青仔的状况真乐观。那目前告一个段落，可能观察期半年的一个时间哦，再看看它的一个成长状况。接落来，搁观察半年了后，就会当看青仔恢复的状况来评估后一步的疗程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订阅，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